歡迎嚟到 KL 最新嘅 Sofitel Residence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815尺，一入屋就係一個簡約而有層次感嘅玄關位，行前就直接進入一個非常罕有12尺闊嘅客廳空間。全屋配備大面積落地窗，城市景開揚，自然光充足，整體感覺明亮而安靜。客廳旁邊係一張4人圓形餐台，比例做得好好。廚房方面，設計偏向澳洲住宅風格，收納充足，配備內置雪櫃同冰格。所有主要廚電均選用 The Dietrich， 包括多層焗爐同抽油煙機。實用之餘亦保持整體乾淨利落。另外，單位亦設有內置濾水系統，洗同飲共用同一水龍頭，細節處理得相當好。主人房設計成一個完整套房空間，擺放 king size 床完全冇壓迫感，配合3門衣櫃同梳妝台，收納非常充足。浴室係呢個單位其中一個亮點，空間比例相當好。而洗手盆採用 Villeroy & Bosch 嘅 His and Hers 配置，用料同質感都屬於高端住宅水平。另外，單位仲有一個彈性房，可按需要用作 home office 或 BB 房，亦設有獨立儲物空間，方便擺放行李或用品。設施方面，住戶可以使用位於78樓嘅天際泳池，泳池高度同 Petronas Twin Towers and Four Seasons Hotel 幾乎同一水平。呢個單位月租為8000馬幣，而市中心地段以及呢個尺數同質素嚟講，屬於一個相當合理而且具吸引力嘅選擇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或者安排私人睇樓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